你的手，听你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惧旁边做甜蜜的梦，思念的风吹过来。爱等于同乡，俩心酸的爱，月光啊，牵你走去的路，阮的风给伊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落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。爱vai等你求下本人祝福，将过牵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卡呀，你别艺术先生头，他这跟我说啊。讲正经的啦，我还知道讲哦，佢哋嘅状况还有父母哦，讲起上系一流的。不过我知道亲好嘅地方就係講，佢哋做嘅客家菜哦，係用創新嘅想法去做嘅。你下嘅反應哦，正經以後呢？客家菜用改变创新哦。佮无可能讲姜丝炒太长，姜丝就阮选择，啊小见就阮配种菜啊，我哪有说？唔係安尼啦，佢哋嘅想法哈，就係做出混血菜。哦，混血菜。你有試過嘅東坡肉嘛？我冇試過，唔過我聽過呢。佢哋哦就做出有客家口味嘅東坡肉，以下嘅就係佢哋講嘅混血菜。啊，照安尼講，但東坡肉同下面焖料風肉做法就差唔多。差咩料冇共樣添。冇唔錯。啊，個東坡肉特色啊。我還知道講哦，首選食堂有佢哋好嘅地方，你下回去切斷唔係廿幾年嘅事情聽聽。故說，你嘅生理哦，一定會受到影響嘅。不過，米滿料你有自家嘅特色啦。阿妹啊，我記得你對傳統嘅客家菜有自家嘅堅持，我未贊成。不過，時代都嘅改變了呀，你咪要求新求變，安尼米滿料爭做得永遠行下去咩？你講冇唔錯啦，下面焖料你是人嘅，阿妹老了呢，還被米焖料沒有搞本啊。阿妹做唔甜筒的，但是阿妹相信你做得到啊。阿妹啊，你嘅意思係講，我做到用自家嘅想法來做米滿料？當然做得了呀。從細你就在阿妹身邊，我做乜嘅菜，你多少沒掂咩？沒懂聰明，做菜就用心做呢。是阿妹支持，我相信有辦法同米滿料做得更好。殺地位啦！好啦。較有誠意地位，攞成名橋吼，較做地位本中站來呀吼。好啦好啦，開下落呀，起人。成名啊，感謝伊本來偷偷加入一隻好心橋啦。佢真嘅當乖，咩當好啊？唔過我兩公婆啊，結婚按久嘅，到了都問要小心嘅。
求神明哦，保佑佢哋，本佢哋较夹到啊，做得叫伊只孙的本爱难嘛。感谢你，拜托了哈。来，你就本意啊，你暂下等下交半家人嘛哈。哦，唔係啊，嗌感覺唔強結啦，嗌同家人結婚真省陣嘅，應該想本家人適應下幸福卡，再嚟講講生意嘅事情。再講生意唔好講驚就驚啊，嗌拜託唔好本家人要壓力啊。係咩家人能講乜解咧？唔是佢同佢講乜解，唔做個暗面嘅，萬言就講得出來。你就講句咩看得出來咩？阿妹，家人真係冇同佢講乜解，我只希望本家兩個多一點時間。行開幾久哈？我唔想看下呢，用啥幾多歲咧哈？等下一擺多叫都叫唔出來哦。我笑吼，我等唔到我孫仔叫出來啦。唔係講我本壓力啦，我按做咩味道唔得好啊？好，捱啲。我諗講哦，要做唔得凊彩拿下來哈，正細時間做拿下來，你記得講。哇，哦，哎，那边请很多资料啊，做出书的呢。太子啊，你安樣咯？準備考研究所咧寫論文係嘛？真唔係啦，阿妹哦做未滿了，做了22年嚟啊，底下愛搞本藝來改獻，我聽佢好好準備啊。上做得本未滿了，變到更加好咪？既然相信我，你絕對做唔到本嘅事夢啊！太子啊，陪你啦，我唔敢講，跟你哦，絕對冇問題嘅啦。哎，錯，迄講哦，用來吞書的都會提防啊，眾人來講哦，唔是哈利哦。哎，小大姐，小姐啊，你來請假死啊？對啊，給我吹哦。啊？那他去哪裡啊？應該很快就回來了吧？機票啊沒有，去看得蟲了呀，應該冇按夾哦。哈，我這裡有2張電影票哎，本來想找嘎子一起去的。哎，安妮啦，阿玲股票你去看沒？迄講你兩啥夾夾去看啊？佢應該很富嘅進來住安嘛，錯嘛？走，大姐說的沒錯，走，我們現在就去。啊，我們2個孤男寡女的，要是被誤會了，那怎麼辦啊？我還想留點給人家探聽呢。拜託你好不好？我還想留2點給人家探聽呢。哈，了不起，等下劃位的時候分開劃，裝作不認識總可以。你這樣說是可以啦，可是天底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哦，所以啊，你要請我吃剉冰。剉冰？好啦。50、200，還沒穿呢。好，我請你吃剉冰。真嘅？好啦，夾夾去咧啦。啊！阿東哥，你等我拿來之後誒，你食啥？唔是，存在掉嘅。阿妹，我來件數嘛。緊呀，你寫成啊？阿妹，今晡日唔是食藥嘅啊？我冇譜啦。用嘅喏，梗唔要太太壓力吧？係咩阿東哥讓我講話嘅啊？阿妹，冇當想呢，那冇嘅意思啦。係因為你自己的關係也得為，我也得為壓力整個動態。兩個沒想夾夾有生意呢啊，不過呢事情沒傾唔來嘛。唔係講阿妹吼，我變你哋啦。你看你用解樣呢，當你按出無咗無見呢，
隔壁难怪阿妹要按手啦。错啦，我遐东姑那本个平安符求那本去嘛？哦，係咪呀？系啊，你若当迄秒求的呢？原来东姑伊三姨仔，大连哦，听讲动又好，东家是会好消息的呢。不过哦，有件事情哦，你哦。看原来的诶，哎呦，听人讲哦，心硬硬，你莫做意外讲哦，按2-3年内哦，东家是不是好消息的呢？阿妹，哎呦，家人，看原来的话啊，心硬硬东家是高兴的啦，你俩唔使使讲讲啊咧，喊伊拜我讲哦，行无按简单呢。尤其啊，了过头的人，人体质落偏人无强养，无较注意到呗，因为讲起出来咯。阿妹，你係咩啊？向哪高興啊？哎呦，唔咩啦，我因為向哪高興咯。哎呦，阿妹看唔曉講法啦。阿香哦，叫你发班哦，叫你当学生。哎，阿珍啊，叫你做嘛新点心嘛？我咧扮演用呛死咧哈。我同你糯米粉底袂拄好，加一點肉叉粉啦。我想哦，你做漢白人試看。漢白人啊？你也當聰明呢，佮炒做咧洗肉呢。其實哈，你係家人不愛建議啦，我講我唔會快啊。我想有時間是遲早看啦。錯啦。啊，家己以前當我是炒，難怪佢用炒來做呢種東西。今邊唔得啊，冬菇咯，也家人咯，等下做白人做完吼，那得非常意思看啦，啊。阿媽姐，唔該上家人吼。家人以前2年3年就會轉來啊。禮拜幾禮拜冇轉來，你哋冇啱乜嘅吼。阿妹，冷靜。唔過啦。有，今晡日又係用嚟那點心嘛？阿勇啊，配對茶勇啊，精神出來咧。還看哦，你哋食了幾回哦，哦，到時間係差響啊。冇啊，我冇嘅意思。好勢位啦。有，像佢呢差響係唔係似魔漢啊？嚇！你群家人哦，請叫魔轉來嚟啦。佢幾夫人叫哦，從晚些人叫魔轉來呢。阿妹，嗰件嘢你真係揀咗來，一下一模痕。冇要緊啊，有閒就轉來，冇閒就唔是咩。家人咩家本咧，跟住我講，你為家庭為重係嘛？阿妹，排泄啊？講話排泄咯，哎呀，東哥，等下撞嘛吼，還得你做佢點哈？好。中间人的位置哦。好吧。哎，等我一下，妹妹來，口香糖哈。謝謝哥哥。明白，乖哈。那，你像坤天樣來搶這口香糖。哦，看不出來你這麼有愛心啊。哎，那個看不出來，拜託啦，我是以愛心出名的，好嗎？哎呦，才誇你2句嘞，就得意成這樣，哼，這麼厚臉皮哦，一定交不到女朋友。哎，講緊乜嘅話，我有乜交唔到女朋友，迄個無想去交好冇？哎，攏講哦，我台灣吼，迄好搞的都給學妹票選出來個校園王子第1名。啊，那你是說你交過很多女朋友咯？哎，水明，我家講嘅班無談清楚嘅冇，我講吼，我無想去交，就表示吼，我一家沒冇交過。那就是在操蛋嘛，吹牛。哎，講緊乜嘅話？我攏講我成溫度只有料理啊，我無心情一片女朋友啊，我說我喺搞一隻什麼嘅吧，對佢真冇公平啊，錯冇？那既然你人氣這麼旺，那第2順位應該也有很多人要搶吧？哎 ，no， 所以就係第4順位，因為前面3個係料理、韓係料理，一3個料理呢，佔咗係90%嘅時間，按有10%呢，我看天樣來買口香糖，故說呢，我全部的時間吼，做到料理當空，
韩国我正经人很穷嗨吧？你们有没有成为那种料理狂人？不愧是料理狂人啊！说起话来哦，三句不离料理呀。吃饱哎，这片头多好吃啊！韩一拜都要买啊！哎，吃饭不是饭都发麻呆啊！你干嘛啊？很痛哎！我还靠衣服怪里怪气的种啊！哎，你冇听人讲啊？吃饭忘体态呢？你唔专心吃饭用做电脑，唔都当伊都上东上西，哎，冲一副谈恋爱种啊！恋爱？不会吧？难道我真的喜欢上小莲那个料理狂人吗？因为我知道你还为了安利弥漫流失东西哦，就因为了鸦片，就得吃到传统的客家面啊。故说要不要改菜单哦？我想不管样诶，改应该保留安利传统的客家元素，用新的食材来变化安尼就好了。你就知道样诶。哎，赞成哦，太极下个上班。不过我还建议哦，安尼做法当吼，一定要保留客家菜熟烂焖烧迄条特色啦，所以所谓嘅缝，按除了缝有用啊，还做缝鸡啊、缝鸭的，有冇？安尼大家汤圆还没一生气。汤圆袂烦诶，做得吃困难呢。不过我以下还有考虑一点呢，因为以下嘅人口味是都较单调的啊。我唔记得还会保留安利客家嘅传统油咸香馍呢。我咁講吼，你係已生法也好啦，食嘅東西未必特別係營養啊。係講吼，你係我哋做客家菜，口味很難重哦。我驚會影響到健康，安樣哦，乜嘅碗面平，未會見得來呢。我知道阿陳姐哦，講得清楚呢。真緊啊，頭擺傳統嘅客家菜哦，重油又重鹹，較無啥好人先推你。哦，你點樣安尼想啊？好，安尼哦就決定咧，只有安利彌漫料哦，帶條嚟改料，做新嘅客家菜。哎，錯啦，安個菜單當中哦，清楚嘅聲音啊，因為哦，迄新嘅食材有做法吧，唔好改良改甲伊啊，是客家菜嘅客家面冇得了。記得哦，當講我哋是客家菜嘅人啊，所以是唔到客家面嘅出嚟啊，哦。太棒，說得真好哎！不枉費哈，我一心想要來拜師學藝。哎，你都講乜嘅？哦，小蓮師傅，請受弟子須彌一拜。啊？啊什麼？我說，我決定要來向你學做菜。嚯，你真是有眼光哎！嚯，你知道連太尉是料理界的天才，知道找我拜師。等我一下，哎呀，老師傅學做菜也係熟嘅吧？唔知會？喂。啊？冇啦，哪怕真唔會安尼想哦。水平啊，既然想要學啊，你就好好教佢啊。好，來哦，聽着好好搞嘅，讓你清楚明白什麼是嚴肅的客家料理。可是哈，我還是新手，你不必太認真啊哈。什麼不必太認真？聽清楚啊！面對料理，我們要嚴肅的面對它。下個禮拜，每個禮拜天開始找我報到，我絕對不會留一手，我會把全部的功夫全部交給你。哈，那邊死不留。這招好像用錯了。大哥，幹嘛？哦，我哋研究哦，用一種客家炒這個用，炒到又香又脆。好哇，我也要學。你也要學啊？等下生年呐，用兩個長度哦。幹嘛這樣說嘛？沒有啊。哦，食菜呢？
有时间还做上哦，还做嘛愿意要暗查，这书唔都抢来暗情暗腔的土地啦。你看，一太重哦，我念规则有时念都要缩出来啦。啊，过去到这边，95啦，哦，安怎讲？安尼客家嘅强势炒太重哦，做嘛要按有名，所以因为哦，安尼处理家下有保留的太重是特殊嘅方面。像安样，安尼紧弄哦，迄做唔得咧，像快用快安尼，因为嘛变装啦，变装来洗下，然后地度嘅油啊，含个垃圾东西哦，就拿在安尼做好未啦？好，我就安尼走。哎，水米啊，你用了免这么暗风啊？峰没有啦，洗大肠洗得太用力了，好热哦，懂你。大姐啊，我要嘛啊，再做下还有是半条了。唔会啦，你没有事情，这人大动物没嘛空用哦。我妈事情啦，你是谁啊？你有事情要讲出来，多一生意都做主意没好，你唔讲，俺用有办法咯。阿妹。那迄唔迄明个啦，东姑结婚啊？你讲嘛会发？呀，大东人家呀？冇啦，人家都冇严格啦。不过吼，人哋做嘛，东兄一直冇办法从以前的事情里头行出来。那是工业，讲实在，你也冇赚了，连一通电嘛冇打过来。你看，也好。遐东姑人阿咪伊求诶，佢就讲一天会真大点，行哦，我生意你做唔到转无，啊内容这样也，让我有生活。家人，年太咧，一家人咧，你多体谅一家人点嘛，啊？一家人咩阿东姑就来添诶，点解希望讲？阿东姑做者还跌到头，用出来，俺用做者体价增加，传享福，你讲开嘛啊？阿妹，我知啦，但唔可以怪阿妹，不过我真系弄担心，然后本太个失望诶。你不要听上得哈，冇本自家就压力哈。就像那发空样咩，那发钱多啊，发资源就会考验。该啊，时间多，那生意自然会停出事啊，对吗？啊，妹，俺这是，就家人呢，你同没使呢？然后啊，你一次谁呢？一次谁呢？就算做呀妹，那行黑我谁呢？专业啊。同人家用多晒呢，最还听唔到诶，人家用气象呢，是吗？啊，哦，对啦。嘎子，等我一下啦！哎，你今天干嘛不等我？啊，你不是还有课吗？我想说你还有课，我就先回家啦。哦，没关系啊，走，我们快回美满楼。回？啊，你现在都不用去瓦斯行，都只回米满了。哎，蔡满，你该不会真的有心要学料理吧？哎，你今天讲话很奇怪哦，干嘛用那么多重音啊？而且都不怀好意的感觉。没关系啦。哎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。问啊，这里又没有别人，干嘛那么神秘啊？你觉得小莲怎么样啊？他哦，不怎么样啊，就无聊啊、幼稚啊、自以为是啊、阿谀奉承啊、厚脸皮啊、爱见鬼啊。
我觉得他很可爱呀。可爱？哎，如果你说他可笑或可怜哦，甚至是可怕，我都能认同哎。他哪里可爱啊？都可爱呀。本来哦，我还担心一下下，幸好我们两姐妹的眼光不一样，要不然就要抢同一个男人了。既然你对小莲一点兴趣都没有，那我可要展开天罗地网的猎捕行动了。哎，这个熊毛干了哈，他哦，只是一个会躲在厨房阴暗角落自我陶醉的人。别讲哦，老雨 Q 他哦，一定会后悔的。才不会嘞！我觉得他既认真又有活力，应该是个可以依靠的阳光男孩。随便你啊，反正哦，你就不要说我这个做好姐妹的没有事先警告，到时候你受伤害哦，就不要跑来跟我哭啊！放心啦，我蔡瑞美的眼光哈，不会看错人的啦。走吧走吧，我们快回美满楼。走啦走啦。今晚你哋穿好什么？好色，做得。啊，就这哈，欢迎常来。要买菜色做得嘛？哦，对。尽量吃啦哈。哎，小陈。哎，刘教你乜嘢事情啊？哎，你佢冇到你阿妹有段時間呢，對然後嚟講，當場冇新鮮感。看，你博嘅然後當場冇之前按到嘅。雖然講你阿成你也不差啦，不過哎你做咪挺有自信，一天想辦法咯，開發新嘅菜色來上然後上門。好啦，頭家，買好，我想到新嘅菜色。不過你千萬要注意哦，成日做了長久嘅話，一定要想辦法留喺你老嘅銀行留下來。哦，好啦，一點好，我要較注意點嘅。頭家，我聽講，唔但未滿了戲家有講過，想我搶佢來點樣做主廚。唔多奈糖來嘅。我小陳。做事啊，要認真專心去做，安樣就唔是講本人問題咧。好啦，我知啦，我一定好會好好做，唔要本身忘記啊。聽講哦，未滿了生理哦，因為受到人哋嘅影響哦，也越來越差嘅呢。而家當中嘅計劃個轉移，唔過哦，唔是少啦，有壓水哦，我一定會本人點樣生理越來越好。味道不錯啊，很重哎！不會，你聞聞看，真的，這個客家菜的味道。你聞，我聞很久了。客家菜的味道，你要聞。哦，你拜師學藝，你連這個都不聞。我聞很久了。這床啊，弄成這麼了，你沒得看書呀？就小蓮老師咪公發公安太少。你看，都濕掉了啦。哎，是你先潑我水的，多奇怪哦。我自己在玩水。阿妹，你看啦，操心。哎，大師姐，人家好意思本啊，佢愛搶水米色，你就順勢叫我來啊。我倒不會打擾你們呢，反正你只會順便搶來聽聽啊。我以後肚後我學會吃北呢。你看吧，我就跟你說吧，嘎子說他要讀書，不要吵他。他要是考壞了，我們倆就慘了。啊。嘿啦，我吃北了，給去啊，冇度了，衝來看書。哎，你今咩樣的啦？你吃了佛藥嘅嘛？奇怪哦。哎，師傅啊，改下食本哦，讓帶一本給頭髮者了嘛。好啊，頭髮冇不用變了啊。哦。那我們走了，美滿姨拜拜，嘎子拜拜。安子誰哦？走了走了，走啦。哎呦。就是本聽聽咩，又冇乜改。迄種字啊，就要表現出來。有的事情啊，唔係用的啦，喊擺到之後啊，讓人壓下，
真係後悔就來不及啊！哎呦，阿妹，你對講嘛該喏，你睇唔識啦，我真冇中意耶，我根本就冇中意啊，我用可能會中意小蓮這種人。阿妹，我來聽書啊。是啦，來，你坐，來，坐。家姨媽，今日阿妹同佢廟求來嘅平安符。哦，妹，唔放心啦。唔該，對呀，那闺女嚟嗬帶帶呢，連數目都冇拿睇到。唔係啦，阿妹意思係講哦，你無上去帶嗬，唔怕啦，要上時拿下來，咪做得啦。唔過阿妹，歹勢啦，家姨媽。阿妹哦，為到唔講生意的事情哦，本太壓力哦，真件同歹勢啦。要講這條話哦，傷害你，不過阿妹真件冇嘅意思，你冇亂想呢。阿妹，我了解啦，歹勢，按到你為到那個事情本壓力太，那做唔得做到一隻當好嘅心球。用人講咯。像安好嘅心球啊，我耐錢啦，大家說啲哦，我偷偷只好心球，你上到講又不聽做生意，有嘛好嘢呢？阿妹，唔過我，哎呦，唔怕啦，哎呀，阿東姑講係錯啦，係我太急嘅，既然中間結婚3週年天天啊，阿妹較歹勢啊，冇應該按病嘅。講這條話，阿妹，做得做人心球好，然後真係太幸福嘅。阿妹有咩當歡喜哦，要按你心球啦，做得妥當嘅係我全部嘅福氣。來，安尼你是扮演，阿樣做好嘅哦，你扮演哦，迄個阿東姑娘看啊做來，當好先來。你心情安好，發生乜個好事情？那當然咩心情安好，係唔好唔關心我。我用我冇關心，我也哈冇做哦，就算唔親情，佢查一同人講，冇一記一條哦。嗱嗱唔開玩笑嘅啦，嗱以後嗬，你兩隻按上啊係咪？按到關心啊姊妹，我整件當幸福嘅。唔係。唔記得係你生日啊？唔記得你生日？最近嘅先生阿東姑嗌啊！哦，對吼，係一隻最愛嗌嘅先生吼，愛嗌愛到吼，連個茶葉佢都興嗌吼。然後一下整件買嘅豬油嘅，都幸福，一下就菜走甜甜嘅。我要壓力啦，慢慢的來，生意啊，佢可能佢即刻就會來。再講，我也係有做拉力。那壓皮之後做過最多嘅事情，最加本。什麼加本嗌？我一生人啊，真美滿，真幸福。辛苦了。唔會啦，我考我條路哦，姑嫂一系列是唔會使到辛苦啦。哦，錯啦，我想幫你交代人嘅事情，準備都用誒。哦，我要看到嘅資料吼，沒有啦廚房嘅同事參詳過嘅，我知道應該批下季節推出客家貨物啊。其實講係啊。哦，我認為吼，喺度做到用倉雞、菜脯雞啊，還有黃梨苦瓜雞啊。還有福菜兔雞啊，一條貨物吼來做主菜啦，一下批下呢季節吼，一定做賣檔吼。寒天會到誒，
我本1礼拜时间来设计菜单。1礼拜哦。唔啦。拉啦。我本1个礼拜时间，老菜单设计出来，10年以内完成试色，最慢到下张日推出。我想要到寒天来之前，老货物嘅市场抢下来。好啊，没问题啊，我好一定会尽力去做。哇，这个汤底真的是擂茶做的吗？是我们平常喝的那个擂茶吗？对啊，我老公讲啦，亚底度哦有绿茶、豆类、五谷类，还有坚果，有青头跟维他命 C， 既营养又好吸收，而且哦，就现在的观点来看呢，是相当营养的有机饮食。哇，不愧是我的师傅哎，懂厉害哟！Stop！ 太嘎还得做项目啊，你赶快去帮忙。哦，遵命。哎，淑敏。啊？给嘎子，你有没有让我听到这来？他下午不是没课？哦，我有找他一起回来吃火锅啊，可是他说要去图书馆投诉。哦。哇，这嘎子嘛个时候变乱眼神啊，投诉。哎，按好食嘅火锅。感面这位投诉嘛，真的是。大家以后一定请欢喜都给吃热乎乎的火锅吧。唉，我做嘛搞一三，你空都俩吃面包啊。哦，还忙着呢。你还没得上啊？奇怪耶，我上唔做嘛噶？做噶，慢慢想唔清楚，你做嘛会上啊？不过最近哦，我就感受到你这在上来了。阿师，还能问事情呢？我咪讲了咩？啊？我咪讲咧，我无生，迄个我有冇谈清楚？我讲一遍，我无生，那你有谈清楚冇啊？假使啊，迄个哦，我要买提防这身，你这些人来讲，冇需要按你做咩？冇啊，我不如就按你啊。你冇按你好冇啦？我真定让当做我最后的朋友。我想啊，你让水明做好朋友就好了呀，好。等下，哦，最近挨到水米的事情，你都吃醋啊？真的假呀？哦，难怪你最近很奇怪，最近挨到水米的事情，你都吃醋啊？唔好乱讲法，我真唔讲你老水明用的。反正你看不出来哦，我很在意水米。唔错噶，哦，唔老水米用的。跟你的意思应该是较在意我了，系咪？哎呦，快啦！唔咩啦，有事情讲清楚好冇啦？讲嘛干哦！你当奇怪，等见面。结果啊，你就打电话叫计程车送小莲去医院啊。他哦就一直按你压着哦，他血还一直流呢。按严重哦。系啊，到医院以后哦。伊就伫医生看到咧，医生讲嘛干嘛？干嘛？医生啊，看到佢鸦片全部就会血，数还蛮高咯，就很给托付咧。搿是什么真奇怪？搿明明的叔叔让我头发敷咯。系啊，佢干个头？有啊，佢哦还一直老医生讲佢假片冇事情。我看哦，个医生哦，可能係怀疑係癌哦，攞佢咔嚓
骂给老骂给啊你？谁骂给喏？该你就受伤嘞，还得谁？不得不去。有嘿妹，讲，爽了安样，还咱欢喜哦。嘿，我落做骂给喏哈，输就输爽嘞，唔会连不开休困，按好做生喏。错案部哦，家在有爱啦。迄个哦，无爱伫旁边哦，一直安慰伊，一直帮伊打气。爱看哦，做就吓到昏体咯。家子，什么？亏心的咧，伫演规暗的。对啊，个输下当通啊！个以前无迄技术飞算。有啦，伊阿马又推得了，有该通着呀。是讲师傅，好得了，个医生讲啊，莫伤到神经，迄讲伤到神经，吼，这师姐就社会上天才厨师。输就输爽嘞，还按后脸皮。个人就无爽快，还叫你做副卡，个累去做嘛喏？我就想多副卡嘛稳得呢啊，伊阿只输中唔得切菜，伊阿只输中做得掉菜。太极啦，人气迄个无喊过来。起码这天数啊！你按天天做嘛呢？输就错伤了呀，还想到骗人啊？爱逞强，就剩伊技术天天做咧做嘛干咯哈，无拄了刚输刚有就好了呀。个心肝领养上面唔对。小恩哥，你的伤口还痛不痛啊？较脏的啦哈。啊你哦，哎呦，要小心一点啊！这可是厨师的手哦，你应该好好保护他才对啊。怎么讲？你用啥？爱谈恋爱哦，出去谈啊！无伫做好，刚输刚叫的。太阳，达子，不要乱讲话啦。太姐，迄几多做嘅3种。太姐啊，达子心情不好，怎么脸这么臭啊？没啦，来，这条你让我切一下好吗？好，我来切。小人哥，那个茄子是切条状还是块状哈？哎呀，拜托啊，咱来讲用切。安尼，看好土的，对嘛？安尼。做的，我来就好。这样我知道了，我懂了。你又伤到了右手，这样就不好了。用在厨法位来让左右对称，对吗？哟，达子啊，你213年抽到烟喏？唔系讲出面去踢天嘞，你做多做去睡一下呀，哈？无啊。你跳暗胎呢？唔会讲哦，哈？心情唔好？无啊。哟，你今天很样的哈？平常最暗会讲话嘅，今天就单枪会讲，无啊呀，哈？你不骗人系嘛？哎呦，唔系啦。你还会讲唔系哦？来，假设啊，你老太极讲哈，你系唔系没中意嘅阿莲啊？马啥会中意个厚脸皮啊？太姐，你
讲美中医迄嘛个意思啊哈？睇下就看得出来啊，水迷啊，美中医爱脸多啊。俺当无像水迷诶，伊个眼光很差。俺迄个牙齿哦，在我们会中医小脸嗰种。假子啊，你堂太子给发啦。迄讲哦，你冇办法表达对阿莲姑嘅感觉，你就应该勇敢讲出来啊，像水咪求样，安尼才唔会打坏睇你老水咪嘅关系咩？错冇？好啦好啦，唔是急啦哈，你慢慢上课呐。啊，你的生意啊，你再给我坐下去哦，等一下哦就晒污脱了。青山流水何处寻？重逢难依旧不明，千里眺望故乡河，遥远的样，初恋未爱你，长夜抚琴也渐清。故人须让情，青山下畔爬高帆，你的笑声无言又抚平，玉发将要飞向天，往事隐隐在山歌一曲能唱多少年，能多少遍，伴我忘记你的思念，玉发重逢多久？